fates would not be settled by the size of our armies. They would be decided by combat. 歡迎嚟到買飛佛，聚焦電影評論、票房趨勢與幕後故事。每月一次，帶你用新嘅視角睇見光影之美。當跨維度嘅死鬥號角再度響起，陽間嘅命運再次懸於一線。呢部於2026年5月8號北美公映嘅 R 級動作奇幻大作《真人快打2 Mortal Kombat 2》，無疑係近年最具爭議，亦都最令硬派玩家沸騰嘅遊戲改編作品。本片由華納兄弟影業全球發行，隨即喺社群掀起空前討論狂潮。故事正式聚焦於萬眾期待嘅第10屆真人快打大賽。根據遠古宇宙法則，若果一個世界喺死鬥中連敗10次，將面臨徹底覆滅嘅命運。此刻，異世界暴君紹康 Shao Kahn 以手握9連勝嘅霸權，正企圖喺最終戰役中將陽間徹底抹殺。本片以雙線敘事並進，首先係強尼 Johnny Cage 從過氣動作巨星蛻變為救世英雄嘅成長史，其次係伊甸界亡國公主奇塔娜 Kitana 隱忍多年，暗中等待對殺父仇人紹康發動致命一擊。Tell me you're not some crazy fans. 本片再度由首集導演 Simon McCoy 操刀，佢明確表示，續作嘅核心宗旨在於挖掘同遊戲開發商 NetherRealm Studios 數十年累積嘅遊戲精華，將龐大嘅角色陣容同世界觀轉化為更具張力嘅銀幕體驗。喺製作工藝上，導演堅持實景與實體特效優先嘅原則，例如人氣戰士巴拉卡巴拉卡個滿嘴獠牙嘅面部細節有高達95%依賴實體同精細化妝完成，電腦特效僅用於張嘴時嘅細節修正。儘管如此，全片除咗巴拉卡嘅小鎮場景外，仍有約90%嘅背景依賴綠幕與 CG 技術，呢個亦都成咗影評人詬病部分場景表現廉價感嘅主因。電影開場便以惡搞味濃厚嘅 B 級片預告，迎來強尼正式登場。由 Karl Urban 飾演嘅強尼成為全片最大亮點之一，佢成功演繹出一位自戀、過氣，卻又渴望重新證明自己嘅90年代動作明星。雖然 Karl Urban 並非專業武術演員，動作流暢度略遜真正特技明星，但其個人魅力與喜劇節奏極具感染力，尤其同滿口粗話嘅卡洛卡奴之間嘅互動更加成為電影最娛樂性嘅部分。另一條重要情感線則來自奇塔娜公主，由 Adeline Rudolph 飾演嘅奇塔娜，同時兼具皇室高雅同冷冽氣質。佢背負父王被殺、國家被奪嘅創傷，其鋼線戰鬥場面嘅華麗又致命，成為全片最具美感嘅動作設計之一。Hey, how's it going, babe? Listen, I'm warning you. I got a Saturn Award for Best Fight in a Feature Film, so don't mess with me. Whoa! Whoa, easy, all right? Let's just take a time out here and talk about it, okay? I really don't feel comfortable hitting a girl. Don't worry. You won't. Whoa, come on, geez, let's just talk about this! 至於最具爭議嘅角色處理，則落喺前作原創主角柯爾楊高恩身上。由於前集角色評價不佳，本片乾脆喺中段安排佢遭紹康以巨錘爆頭，再被推入經典死水池強酸池中徹底溶解。由於劇中強調靈魂必須依附肉體先能夠復活，呢個亦都等同宣告角色永久退場。真人快打2雖在次週面臨票房下滑，但係憑藉核心粉絲支持，全球票房已經突破1.22億美元，超越前作並穩坐該系列影史冠軍。隨日本等市場接續上映，影片盈利在望，有望順利為真人快打3開啟綠燈。本片喺評價端出現咗顯著嘅雙極化趨勢，專業影評人針對其敘事冗長
同節奏紊亂提出質疑。然而喺核心玩家群體中卻收穫咗熱烈迴響。Rotten Tomatoes 爆米花指數高達88%，影迷普遍肯定製作團隊對前作缺失嘅改善，尤其喺強烈嘅選角呈現以及對遊戲經典《終結技》嘅高度還原上展現咗極高嘅誠意，被廣大觀眾譽為獻俾老玩家嘅懷舊佳作。真人快打2嘅價值不在於追求頂級嘅戲劇深度，而在於佢徹底擁抱咗粉絲導向嘅核心精神。喺預算升級之後，電影以更宏大嘅格局玩轉咗角色血腥終結技，將感官刺激推向極致。喺敘事結構上，續集展現咗顯著嘅進步，成功透過文戲同武戲嘅交錯，緩解咗前作嘅生硬。Karl Urban 飾演嘅強尼無疑係本片亮點，佢精準詮釋咗一位失意中年 B 級動作巨星，並喺重拾自信嘅過程中，完成咗全片最完整嘅人物轉變。儘管情節套路稍顯老派，但呢份經典嘅好萊塢式成長，確實為呢部冰冷嘅對戰電影注入咗人性溫度。然而，本片喺動作設計上嘅矛盾亦都同樣突出。作為一部主打快節奏對戰嘅 IP， 電影喺動作場面嘅調度上竟顯得意外緩慢，唔單止時常喺打鬥中穿插冗長嘅對白，頻繁嘅切鏡更破壞咗動作嘅連貫性。除咗劉康與匈奴之間嗰場痛快淋漓嘅對決之外，其餘戰鬥場面大都顯得慢條斯理。正如片中強尼所言，奇洛李維斯嘅打戲確實好睇多。若華納兄弟希望將真人快打發展成長壽嘅電影宇宙，未來至少需要把握2大方向。第一，堅守忠於原作嘅路線，避免加入過多平庸嘅原創設定，轉而深入探索幽冥界同外世界等遊戲累積嘅背景故事。第二，優化預算分配與全球行銷策略，相比單純依賴 R 級血腥作為賣點，未來嘅續作應該將資源更加集中於高水準嘅武術編排、實體特效，並強化同格鬥遊戲圈嘅深度合作。真人快打2或許並不完美，甚至喺動作流暢度上留有遺憾，但係對於熱愛街機文化與暴力格鬥美學嘅玩家而言，電影依然係一場久違嘅致敬情懷作品。Scorpion wins fatality. Finish him. Sub-Zero wins fatality. Finish him. Sonya wins fatality.